澳門物流與運輸學會組織哈薩克斯坦物流運輸基建交流考察團，於8月19日展開一連5日考察。考察團首先參觀霍爾果斯陸港，了解跨境貨物通關、集裝箱換裝及多式聯運作業全流程。該港係歐亞大陸橋上最關鍵嘅換裝與物流轉運站之一，集公路、鐵路貨物中轉與倉儲分撥功能於一體，承擔中國與中亞、歐洲陸路貿易貨物換裝與過境運輸。考察團仲參觀咗阿拉木圖機場和阿拉木圖機場高級副行政總裁歐路爾·薩勒爾等管理層接待，雙方深入交流，了解該機場嘅現況及未來發展計劃。該機場近年旅客數量隨住免簽等措施落地，增幅相當強勁。考察團其後參觀咗機場內部設施及貨運站。該機場係集貨運存儲、商貿交易於一體嘅綜合物流節點，貨運規模增長勢頭十分強勁。未來3年有望達到依家嘅3倍，其中一個核心優勢就係實現空鐵聯運，藉助鐵路快速向外分撥，大幅提升貨物流轉效率。跟住考察團到訪 DAMU Logistics， 該公司係中亞地區領先嘅第三方綜合物流營運商，具備公路、鐵路多式聯運條件。23日早上，學會與哈薩克斯坦嘅學術機構及業界簽署3份合作備忘錄，分別與國際物流與運輸學會為木蘭中亞分會主席馬麗娜扎帕巴耶娃、SAPEK 哈薩克斯坦汽車承運人與貨運代理全聯盟主席阿塞爾薩迪科娃、薩特巴耶夫大學商學院院長阿爾金艾拉利耶娃就物流領域產學研合作、推動人才培養與女性賦能等建立合作框架。考察活動圓滿成功，收穫豐富。